欢喜在地新闻，乡亲啊，大家平安。今仔日是新历的12月11，旧历的10月27，礼拜五。后来，咱的乡亲有互昨暝的地动惊到无？昨暝9点19分，台湾东部海峡发生着规模高达6.7的地动，是今年到目前为止规模上大的地动。全台湾各地拢感受到地动的摇，有一寡所在传出着灾情，加在无人员伤亡。而这个主地动了后，佫陆续来发生着规模4以上的余震。气象局讲，这是地动正常能量的释放，嘛无排除未来一礼拜佫会发生着规模4以上的余震。天崩吊顶海，甲真厉害，强要落来，互人看甲心惊胆吓。家己听的家己杯啊，嘛袂输你跳舞共款，拢险险啊害落来。不过家人的基地台都无遮好运啊。整个基地台上面还有电线杆，目前已经坍方将近30公尺长。基地台倒去跳电有几千户受到影响，宜兰圆山有电线落落来，北捷嘛有影响到。因为之前发生地动，本公司已经派员检视完毕。当时就是在摇晃的过程方面，手机就有那个地震的一些讯息啊。当下就是把那个捷运就是停止了。发生伫昨暝9点19分的地动，规模有6.7，是今年第4个规模超过6的地动，嘛是上大的。震央伫东部的海域，加在深度有76公里北，上大震度4级，全台湾各地拢有地动的感觉。依然摇晃的时间有长达将近40秒哈。那在双北的地区呢，有摇晃接近30秒。所以今日透早2点15分，又搁发生一摆规模5.6的余震，深度有63公里热。依然阁感受到4级的威力，气象局地动测不中心嘛估计，所来一礼拜也有可能发生地动的规模超过4的余震。今天5点多到现在已经再没有新的余震，但并不代表就是说它就此这个地震序列就已经结束了哈，至少应该还有几天的时间还要观察一下。加在这摆地动无造成人员的伤亡，就算后壁有余震，嘛是正常的能量的释放，所以讲咱乡亲唔免紧张。